2025年全國豪宅成交價 No.1 嘅地方，你估喺邊度？唔係傳統嘅魔都上海，亦都唔係帝都北京，而係我哋呢度廣州嘅海船新世界官邸。點解會係海船新世界？因為佢佔據咗珠江新城中軸南段唯一嘅前江校院地塊，南向一線珠江，北靠珠江公園。未來馬場中軸體育公園咧，亦都係無縫銜接，係真正嘅絕版稀缺資源。而時間亦都證明到海船嘅真正資產價值。海船新世界從最初嘅8000到最高嘅36萬，哪怕喺2025市場調整期，佢都穩守喺20萬加嘅級別。好多房源一出嚟，更加被業主自己秒成交，流通性遠超同類產品。真正嘅核心資產，我覺得就擁有呢種真正穿越時間嘅實力。資產價值嘅背後就係圈層價值。海船新世界呢度係廣州僅有嘅2個國際社區，你身邊嘅鄰居可能都係領事啦、CEO 啦，或者係行業嘅領袖。選擇海船就係選擇進入一個高淨值、純國際嘅社區平台。隨住馬場150億規劃嘅落地，珠江新城價值天花板仲會繼續提升。海船新世界與馬場僅一街之隔，11公頃嘅中軸體育公園 SKP 高端商業加持，喺成熟嘅港悅天地、港悅匯配套之上，生活維度將再次拓闊。而且對比馬場規劃住宅嘅容積率園林局限，海船新世界2.82嘅低容積率，4.8萬方嘅中央園林，仲有江景加持，咁樣嘅產品喺珠江新城並唔多見，亦都兼具現房嘅優勢。因為當馬場仲喺度規劃落地嗰陣，海船業主早已享受成熟頂配生活。豪宅永遠真係可以相信新世界。你睇海船新世界嘅呢個277方板房，以前已經俾到你270度嘅全景窗設計，望住下邊嘅港悅天地，真係做到落街繁華，入內繁囂。呢啲可能就係富人們嘅真正享受。喺降息週期同埋擇優時代，真正嘅智慧永遠都唔係追逐風口，而係可以錨定嗰啲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嘅價值資產。而珠江新城、海船新世界亦都係永遠嗰度唔會錯嘅答案。